们对明年的大选是有信心的哈。那我们也会跟中央党部哈，还有我们的所有的执政团队是共同来努力哈，让明年打出最好的成绩。热烈掌声恭喜他们！那我们请总统继续留步，为我们颁发下一个奖项。我们也请受奖代表们可以先行入座。那第二项互动设计奖，我们邀请友达光电古树华永续长以及临开科技郭义郎总经理上台授奖，让能够开会更有效率。对，来，总统跟我们看一下媒体的镜头拍照。这个中国的各项的经验，包括这一次啊，我们都有全面的掌握哈。所以我要请国人放心哈。那我们也希望就是中国作为区域的一份子，对区域的和平稳定啊，要做贡献者啊，不要做这个威胁或者是区域不安定的态度。你的那个行政专辑上次到几个直达行政专辑，过现在8点几30分坏了，到底是要换新的还是送修？就你了解，他现在会怎么说？这个事情我们就让空军以空军的专业来做最后的决定那我们对华航的维修能力也是有信心。然后你觉得搭飞机是怪怪的？没有特别的。那另外问一下，现在有独派，其实他们是建议说，因为他们有那些地缘会是公派，所以主席其实请赖清德来选党主席，觉得我们对明年的大选是有信心的那我们也会跟中央党部还有我们的所有的执政团队是共同来努力让明年打出最好的成绩。你认为郭台铭会成为2020的对手？这个我相信现在的很多情势都还在发展当中那我们也持续的观察。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以最好的我们的政绩，那我们对未来的愿景还有最好的团队来进行这一项选举。刚讲整集，但柯文哲好像对你之前讲说，你们台湾价值展现在实证上面，他不是很满意，是跟啼笑皆非，那也质疑说年代这些的。但现在他自己的台湾价值其实也是好非所说。好，台湾价值的核心就是我们的主权、我们的安全，还有我们的民主自由生活的方式我们要继续维持那这些都是总统最基本的一个责任那也是我每天都在做的事情那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民选的来自于人民的付托就是希望人民希望我们每一天都努力的工作，把工作做好那不是选我们来做名嘴，也不是来斗争。我想请教一下。